这首歌曲呢是由多次入围客家这个金曲奖的爱克乐乐团。里面会听到一句歌词说“嘿呦嘿呦，加油哦”。待会呢，邀请大家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准备来嘿呦喽！身段很柔软呐、筋开腰软，说翻就翻。新舞季艺术舞蹈团带来这一首加油歌曲，也展现客家的坚韧不拔的一个精神。谢谢新舞季舞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什么安子 C， 谢谢。哇，好有礼貌哦，老师教的真好。很出来，所有给你的贵宾。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客家委员会范祖明范副主委，欢迎，谢谢副主委。范副主委好，欢迎欢迎。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杨正斌处长，杨处长好。我们客籍立委赖香林委员，立法委员好。立委你好。 再来，今天全程帮我们团队加油的，来自我们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的黄志群副局长，欢迎副座。副座你好。还有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洪永伦科长，科长你好。是的，当然还有我们的宣传大使，在今天下午也是全程陪伴我们，欢迎女孩上场演员张雨熙，雨熙姐姐，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 紧接着，我们马上要先来邀请到的是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佐明范副主任委员上台为我们致辞。来利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利客家表演 PK 副主委，欢迎范副主委、范副主委来为我们所有的选手们来鼓励一下喽。好，多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杨处长，你美丽县文管局的王副局长。 花莲县呢黄科长，韩国对什么移民署的台东副部长的林主任，立法院那乡里委员，本会吴处长，所有的贵宾、县市好朋友，大家安，大家好。好。哦。看起来今日总决赛啊，非常的圆满。对两位首先爱代表客委会杨崇正主委，承蒙各县市。 共同来办理今年3对3的沿客的青少年的篮球比赛，初赛、复赛到总决赛顺利圆满完成。对两位看到按多的选手来发挥的团结的精神啦哈。没了解除了客家人之外，原住民的朋友、好老、新住民共同来。 参与的赛事，当然希望明年度下一届客委会继续来办理了哈。多两位每位承蒙赖委员对立法院对预算的支持，我想今委总算完成哈。我想莫讲按多花啦，因为等下颁奖哈。多两位祝福所有得奖的团队，咩其他所有的好朋友继续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以求会有
多元文化的交流。那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继续下去。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老师团队、裁判老师等等。那在这边呢，谢谢大家。什么来噶？安子生，罗来。谢谢范副主委给我们的支持，当然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可以持续办理下去哦，把这个精神也继续的传承。没错，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原住民族委员会杨正斌杨处长上台，我们支持，掌声欢迎杨处长。共同主办方原住民族委员会，欢迎杨正斌处长。好，谢谢我们各委会我们范主委范副主委，还有我们立法委员，我们赖委员，还有我们苗栗的观光局跟花莲的客家局的长官们，还有当然最佳男女主角就是通过7个场次7个县市632个队伍，能够在今天的总决赛脱颖而出的各位选手，罗卡辛苦了，来好，萨利嘎嘎马布隆。谢谢你们可以在今天这个场次可以让我们看到非常精彩的比赛。那刚刚我们副主委也提到，这个比赛就是要让台湾多元的族群、台湾多元的文化可以齐聚一堂，可以在一个篮球场赛上可以让大家可以以球会友，可以让大家彼此的欣赏。也可以让大家在互相的欣赏当中，可以一起共荣、共好的发展。那我要再次恭喜能够在632个队伍里面脱颖而出的4个总冠军的队伍我刚刚在场边看了大家的这个比赛，我好像似乎也有看到我们自己打样的选手我自己是泰雅族的小孩子，我也非常的高兴，可以看到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在客委会特别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可以让自己的自信心可以展现出来，也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在运动上面的一些天分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再次的谢谢客委会能够办理这样的比赛，今年是第2届。明年我们继续邀请更多的原住民的选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也再次的谢谢赖委员可以在桃园这个地区，能够让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小朋友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可以在篮球场上可以让大家可以共荣共好也谢谢所有的这个来参与的这些教练们，还有各县市的这些长官们。再次的谢谢大家，我还是没过来，安之 J， 谢谢杨正斌处长。处长，我还是巴拉雅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立法委员赖香伶委员，今天也亲自来到现场，给我们所有的选手加油打气，也来感受到这一刻原来更团结。非常感谢委员但今天委员呢，这个。有受了点伤，但是呢，还是非常的希望可以来到现场给我们加油。我们掌声欢迎赖香伶委员。当然，委员呢也在我们这个客家活动、客家文化方面呢是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个代表着我们客籍委员，谢谢赖香伶委员，感谢您，太感动了。谢谢今天我们主办单位这个客委会的范副主委、副主委还有我们的处长还有原民会跟杨处长还有苗栗跟花莲的我们文管局的长官还有菜草跟青岛参加的县市还有带队的老师还有今日来看到呀表演竞赛的桃园市的市民大家有安大家好先介绍我也局迄快刀啦迄快刀头摆又跌倒个。快刀不说有大量在挡钉了2个钉子，那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可以比较复原那今天知道我们这个原客大赛原住民的客家人输了就讲不打不相识到了以后呢力量加倍不说给民意原客的这个竞技加起来应该是
把台湾这个30年的历史哈，浓缩在一个族群共好哈，他敢呢一致对外哈，那在内呢团结在一起。那不只有我们原民的这个好朋友们哈，还有我们新住民，还有我们讲的闽南的这个族群，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相连在立法院哈，听一眼在内政委员会。内政委员会就跟我们的客委会啊、原民会等等的预算政策，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的挑战哈，来咨询。那我发现2位主委真的是全心全力的把我们客家之光、原民之光哈发挥到淋漓尽致。特别哈，伊下投演派人家世界客家博览会，世界客家博览会就是一样哈，请世界来台湾做客，让我们台湾走出去。那今天呢，骁勇善战的这些篮球选手们哈，未来一定是我们台湾之光。今天看起来就是选秀大赛了哈，青董影表现个青后，韩国呢小就立志哈，有我们自己的专业，走出我们自己的兴趣哈，也能够在这个自己的人生里面发光发热。那小姐姐我呢，阿姨哈，我国中的时候也是篮球队的哦，我空喊按的某亲狗哈，但是呢打得不好。老师最后叫我去丢铅球啊，结果我铅球还得苗栗县第2名哦。郭总哈，不要小看自己。那我们有朝一日哈，因为自己的兴趣嗜好，一定成为这个自己最发光发热的这个人生。那今天待会的颁奖哈，也是象征我们客委会同原民会，还有移民署哈，大家拿出一点点钱，给大家做一点奖励。以后需要争取更多预算来主办哈，我想我在国会跟汤惠珍委员哈，还有我们桃园很多的委员，其他的客家委员都会全力来支持。毕竟寓教于乐，能够越早发现自己的这个专长潜力，发挥出来，都能够让自己呢为我们的台湾做很多的贡献。那今天很感谢老师们带队，也谢谢选手们哈表现杰出，让我们看到精彩的表演。这一回的这个冠亚军哈，真的是很难分难解，最后还是呢能够得出今天的冠军。希望明年再过来看青红的表现，能够青岛跟人加入人家按有意义的健康竞赛的活动哈。什么太感安之生。谢谢委员，谢谢委员，麻烦你，我们在台上就先稍稍留步。在颁奖之前呢，我们来进行一张大合照。你来翕相哦。工作有请所有的贵宾，麻烦起到舞台后。示范副主委，还有我们杨处长、处长一起来。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我们一起。还有我们宣传大使张雨欣。好，那另外呢，我们请工作人员引导所有的啦啦队同学，有一部分呢在台前，有一部分在台上。好。来，我们请同学小心脚步。来，有一部分蹲在台前，然后有一部分在台上。好，稍微接近一点点，一个非常欢乐的大合照哦。好，我们稍微速度加快，同学赶快请列队。好，同学在前面的哈，我们也可以蹲下来。好，比较前排的同学，我们可以蹲下来。来，同学在前方的，帮我靠近舞台，靠近舞台，靠近舞台。贴着舞台好吗？可以有办法贴住舞台吗？来，往后，同学请往后。同学往后退。来，站在1楼的同学，麻烦请往后退一点，贴近舞台。再往后退一点点，谢谢。好，各队的手拿板可以拿起来。我知道大家打球打了一整天。有一系列懂吹哦，哈，就是有点累的感觉哦。但是呢，我们还是拿出我们的精神，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大家都有来交流、来交朋友喽。好，来前方镜头，在我们今天原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可以说是圆圆满满、顺顺熙熙。最后，我们来帮自己比一个赞。赞！从632队啊，进行到4大组的前16队，真的是也是相当不容易。再来呢，这欢乐的时候，我们也给来一个耶，好不好？代表着我们族群的交流，相信各位都有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们比个耶。还有上方的空拍机，来跟空拍机挥手一下。谢谢客委会，谢谢原住民族委员会，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有这样的交流活动。好，感谢现场的贵宾。
那我要请赖香伶委员继续留步，同学可以先入座了。好，贵宾也先请入座。接下来要请赖香伶委员来为我们颁发今天的啦啦队奖项。好，来，立委，我们麻烦请留步。要紧接颁发的是今天的啦啦队奖。首先颁发的是团队精神奖，让我们恭喜来自于花莲的巴莱旺，请上台。来，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递上奖状。以及鼓励的奖金。从花莲来的好朋友，跟我一样的哈，同乡的，恭喜你们！好，谢谢。那我们请赖立委再稍请留步。接下来颁发的第二个奖项是最佳人气奖，恭喜来自于屏东的志正。最佳人气奖颁发奖状以及鼓励的奖金，来自于国境之南屏东的好朋友。好，谢谢摄影大哥，恭喜来自于屏东的志正。接下来我们颁发的第三个奖项是最佳创意奖，恭喜得奖的是来自于花莲的阿凡达，花岗国中的同学们，好，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恭喜来自于花莲花岗国中阿凡达的同学获得这个奖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谢谢颁奖人，谢谢立法委员赖香伶委员，委员小心脚步。好，好，同学我们先入座。好，接下来我要邀请到的颁奖人是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杨处长，请上台就颁奖位置。欢迎原民会杨处长上台为我们颁发国小女子组的冠雅祭奠。首先颁发给予国小女子组的殿军，恭喜知雅 A。来，我们小朋友同学请上台的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恭喜！其实大家都想要征求冠军，但其实冠雅祭奠这前4名真的不简单。从各个区域的比赛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到今天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当然，我们也希望热爱运动的心可以持续下去。好，来我们正前方的镜头，恭喜国小女子组同学上台来难得的时刻请把握这个时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展露我们信心的笑容哦。好，我们请看向前方的镜头，奖状可以稍微拿高起来，同学奖状稍微拿起来。好，来正中间，恭喜国小女子组的殿军知雅 A， 同时间也获得我们的奖金5000元，恭喜。好，谢谢。那我们请同学先入座。我们这个同学，我们奖金支票很重要，这个代表着那个同学。奖金，嘿嘿嘿，来。接下来是国小女子组的季军小可爱，真的很可爱。好来，总共有4位同学一起组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到自己的奖牌，还有我们的奖状以及奖金。好，那另外要来颁发的是奖牌、奖状，还有代表着奖金支票。
奖金支票8000元。看着你这样认真的看多少钱，恭喜正前方镜头。好，我们就看正前方镜头哈。接下来我们就要颁发到的是国小女子组的亚军喽。来，我们请小可爱先回座请到面对舞台左手边签领。好，再来国小女子组的亚军，要恭喜到的是雕鸮。总共有5位同学跨族群的组队。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报名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专属的奖牌，还有奖状。其实当初啊，我在看这个队名，怎么会有人取雕鸮呢？雕鸮算是一个真的是蛮稀有的一种鸟类动物。好，来颁发到的是奖牌、奖状。还有代表着奖金支票，也恭喜获得奖金12000元。好，来正前方镜头，3、2、1，掌声！正中间的摄影师帮我捕捉喽，谢谢。好，我们请亚军队伍先入座，舞台旁边签收。再来是国小女子组的冠军，手指头。你看看选手们的脚上贴着满满的机能贴布。就代表了他们这个比赛啊，哇，这一队，这来自我们苗栗，苗栗啊，苗栗的同学，他们来我们苗栗文管局的副局长也一起来到台上，欢迎黄副座。副座今天也是一整天都待在场馆里面，他全程帮我们苗栗的选手加油，真的相当的感动。冠军队还有一颗篮球，是不是？冠军获得纪念篮球以及奖金2万元。来，我们比个赞，给我们的champion。你苗栗嘅同學啦，哦，厲害厲害，水。我们的家长也辛苦了哦，全程陪伴。谢谢，再一次恭喜国小女子组的冠军手指头队，水哦。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国小男子组，我们先谢谢处长。好，处长待会还有其他奖项，我们先邀请颁奖人是客家委员会的范佐明范副主委，请上台。好，有请范副主委。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国小男子组，我们恭喜第4名殿军的得主是我很帅，恭喜。这4个男生还真的蛮可爱、蛮帅的哈。哇，不过能够自己取名说我很帅，也真的很帅啦，还不错。打到总决赛还拿到第4名，帅不帅？帅啊！颁发奖牌，这也要很有自信啊。对，没错。真的呢，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你小时候的样子吗？不是，接下来台湾的偶像剧有希望喽。继羽西姐姐之后，还有新的新血要加入，恭喜我很帅！同时间也获得奖金5000元。好，那请我很帅到舞台旁边签收，谢谢你们。好，紧接着要颁发的是国小男子组季军大溪地，恭喜！这加油团真的是跟一整天呢，从早到现在啊。当然，其实有时候比赛不是只有场上的选手在比赛。今天我跟曼曼在场边也看到很多的家长啊、教练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勉励。那可能有些同学受了伤、跌了倒，然后帮他们扶起来，帮他们冰敷，帮他们擦药，鼓励他们一路走过来。哇，这画面真的是让人家相当的感动啊！教练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的。好，来大溪地正前方镜头，3、2、1，赞啦！继续来颁发的是亚军。好，亚军我们要恭喜的是国小男子组猎鹰。
这个制服也是蛮帅的。是，而且他们比一整天，你知道吗？那个要流多少的汗啊！真的他们一上台，我就闻到了青春的味道啊，是这样。啊，是。我闻到了我国中的味道。臭男生。颁发奖牌以及鼓励奖状，还有我们的奖助学金12000元。前方的摄影镜头，恭喜猎鹰队国小男子组的亚军阿云。好，沙哈瑞黑人力贵秀男子组给大头名啦，打头名第1名是谁呢？来自于新竹的香山 A。恭喜香山 A 获得国小男子组的冠军。那他们是来自于新竹的香山，但是报名的是苗栗的组别哦，但是一样呢，拿到我们的总冠军。恭喜你们！啊，教练也是全程的陪伴啦，对，辛苦教练了，也谢谢教练。同时间颁发冠军的纪念篮球。纪念篮球。好，还有我们奖金2万元。来，正前方摄影镜头，3、2、1，赞！这是我们国小组别。谢谢范副主委，也谢谢我们同学。副主委，麻烦我们可以先凑哈了哦，先稍事歇息，待会还有另外一个奖项要颁发。继续要邀请到的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杨正斌处长再一次上台，因为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国中女子组。国中女子组先来颁发的是殿军，恭喜以思铁。哇，这个加油团也是蛮大一群的哈，不只是大群，而且又很高啊。啊，来国中女子组的殿军以思铁。以思铁颁发奖牌以及奖状，还有奖金。来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正前方摄影镜头，3、2、1。啊，如果有没拍到的，麻烦举个手。好，都 OK 了。接下来继续来颁发的是国中女子组的季军，恭喜约书雅。约书雅，哇，他们不仅拿到季军，他们连趣味竞赛都拿了很多的奖对项。，是我永远记得最左边最高的最高的这一位。国一的妹妹啊，那国家未来的篮球就有靠你希望了对，没错，靠你打拼了。好，来正前方的镜头哈，等一下要一起看摄影师哦。我们有颁发一个奖牌，然后奖状跟一个代表着现金支票、奖金支票。恭喜各位，你们的努力在今天收获了。来正前方镜头，恭喜约书雅季军。也获得奖金12000元，也谢谢今天一直陪伴的教练还有家人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呢，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队伍哦。这个有点可惜，但是他们今天表现可圈可点。勇敢牛来自竹南国中亚军。再次邀请我们苗栗的副座来到台上。我看副座今天一整天这样子加油下来，给小朋友呢这个满满的鼓励啊。是的，那苗栗神射手，真的。对不对？那个加油牌还在下面，你看看。苗栗县神你看射手，神射手在苗栗，真的就差一点点了。真的好精彩哦！继续勇敢下去，希望之后还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表现。恭喜来自勇敢牛亚军，当然勇敢牛的对手就是这么的厉害。对，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冠军，是培英国中，对不对？PYJH1，恭喜你们！可以说是我们苗栗遇到了很棒的对手啦，哈，才可以打出这么漂亮的一场比赛。是啊，是啊。也是一个些微之差啦，哈。对，基本上2队都算是冠军了。对啦。好，我们培英国中
PYJH1 大头喵六，来，还有冠军的纪念球。好，来，请处长跟我们来一张合照，3、2、1，动三掉啦，按傻批。好，恭喜冠军队伍，也谢谢杨处长。谢谢杨处长。处长，我们可以先入座休息。紧接着要颁发的是国中男子组的奖项，我们再次要麻烦有请范副主委，对，范副主委移动您的脚步，颁发国中男子组的第4名电军就斗马。就斗马，应该是就斗马得吗？对，应该是谐音啦哈。其实也的确哦，这个因为男生嘛，国中这个时候这个比赛也是非常，大家都很激烈竞争啊。因为大家的身高啊、体型啊，其实都是比较相似的。好，麻烦选手们往左边一步，往左边一步，更加的激烈了。好，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好，来正前方摄影镜头。好，恭喜电军的队伍，我们再补一张3、2、1，谢谢。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国中男子组季军，恭喜大成 AB。来，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递上奖牌、奖状，还有奖金。好，来正前方镜头，恭喜大成 AB。接下来颁发的是国中男子组亚军，快很准。国中男子组的冠亚赛也是超好看，他们就在最后1秒、2秒内，对对，2秒之差，所以我说是不是算是有2个冠军的感觉？对对对。但是比赛是没办法了哈，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在最后1分呢，这个左边切入，左手上篮啊，得分。那也让我们快很准拿下了亚军。是的，是来自新竹，来自新竹的队伍。好，我们往左边一步，同学，我们往左边一步。恭喜 Perry 哥，你还记得今天我们早上的时候，桃园客家局的局长有在台上许愿，是，他说希望冠军可以留在桃园。没想到我们要恭喜办到了，对不对？冠军就是国中男子组大罗马。我们是来自桃园，对不对？恭喜恭喜！就像我们林昭贤局长早上所说的，希望能够把冠军留在桃园。对，有啦，有达成。达成了，你看他已经受伤了。对，那时候在场上有多拼，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们桃园精神啊！哦，哪怕是倒在地上要抢那一颗球，都紧紧握着。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眼泪快流下来了。好的，恭喜我们把冠军留在今天的举办的场地，在桃园。好，来我们看向前方的镜头，来请副主委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赞，掌声鼓励桃园的朋友。哦，好感动哦！好，也谢谢，恭喜你们得奖，谢谢谢谢。紧接着也要颁发的是我们的 MVP 的奖项。好，请副主委继续留步。最后要颁发的这个 MVP 奖项呢，是真的有经过统计的，包括你的助攻、篮板、得分等等。我们先来颁发国小女子组的 MVP 是手指头队的彭佳瑜，恭喜佳瑜，最有价值球员 MVP。来，哦 ，MVP 是讲座呢，对自己一人一座，你看没有在跟你 share 了啦，我是直接一个人拿了啦。没错，他真的很厉害啊！
不管是助攻啊、超节啊，然后呢主攻啊，我看他的速度真的跑得非常快，是不是？好快，跟小钢炮一样哎，啾哎。来，彭佳瑜，恭喜你！那佳瑜舞台旁边先留步，因为等一下 MVP 要大合照。国小男子组的 MVP 香山 A 林敬腾，来敬腾。来颁发最有价值球员奖。哎 ，MVP 该不会奖金是独得吧？就是独得、啊，真的假的？当然是独得，不然怎么叫 MVP 啊？你没有要分享给你的组员吗？教练不能抽一成吗？没有，他们待会要庆功宴啦。对，要捐一点出来吧。对啊，独得奖金8圈，恭喜你啦！来，国中女子组的 MVP PYJH1 卢亦菲。亦菲，哇，我不知道 MVP 有奖金哎。这太厉害了，佼佼者，恭喜恭喜，1万元！呜呼！其实说真的，奖金也倒是其次啦，因为从他们牺牲了无数的时间的练习，包括他们自己的营养金、自己的装备。球衣、球鞋等等的，这些都是花费，给他们一点奖金是鼓励他们，当然也希望呢，他们未来在台湾的篮坛上面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再来是国中男子组大罗马赖永义，哇，他总冠军赛的时候真的有帅到，有帅到，真的那个篮板球一抢到3分丢出去，在快船里面，然后直接切入上篮啊，哦，真正就厉害哎。不愧是 MVP 啊！是的，来，我们请3位 MVP 都一起上台来，大家合照一张。各位，赶快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 MVP 啦啊！来，我们男生来，我们移动一下步伐啊。好，分副组委我们正中央哈。好，来 ，OK。好，来靠近一点点，正前方摄影镜头。好，我们往右一步，同学，我们往右一步，台上我们往右一步。好，来，3，你不好意思，你可以靠近一点吗？就是人靠近，对，好，来再一次哦，3、2、1 ，MVP。好的，恭喜我们以上的选手同学获得最有价值球员，那我们舞台旁边可以来进行签收。我们也热情的掌声，谢谢主办单位，谢谢范副主委为我们颁发。好，那在今天呢，我们的奖项就全部颁发完毕了。要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都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呢。变年轻是不是热血沸腾啊？哇，今天的这些几场比赛，当然啦，几家欢乐几家愁了。但是在公平公正之下，我们要谢谢裁判组，好不好？裁判组今天待一整天啊！我们给裁判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是，当然还有呢，我们各局处不管科长啊，还是处长，还有我们各个地方代表，对，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辛苦啦。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早上有提到的，希望我们客家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我们继续把这个活动持续的办理下去。没错，今年是2023年了，我们也希望2024年大家再次来见面，好不好？对，所以再次感谢我们主办方，谢谢哈嘎 VNV， 也谢谢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那也希望大家继续以球会友，让我们呢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哦，这个运动健康啊，打球还可以认识文化。没错，这一刻原来我们最团结。我欢迎苏巴来，阿来。神蒙太吉嘎安子 C 张磊亮，拜拜。谢谢曼曼，也谢谢张雨熙今天全程陪伴我们。对，谢谢雨熙。大会报告，大会报告。